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这阵啊，咱新闻常常报道武陵农场有海棠花花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了解这一日，就是唐岛王唐第5条。唐就是一款树仔的名，海棠和秋海棠无共款。海棠是树莓科，秋海棠是秋海棠科。有人讲加冬树、加冬叶啊，嘛是唐。另外，古早字典写唐是车边的茶，嘛有人写唐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海棠，这是一款木本的树栽，叶啊是加两型，春天开红花，有一瓣嘛有几落瓣，籽是球形，小寡酸酸。第二个词读做冬樱，这不是樱，是一款的香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武陵农场有人看到海棠花花海，花瓣一半红一半白，一般的花期到4月，有时阵会当看到冬樱来做花，即嘛收花，互人感觉正着时。今仔日了解这一日读做唐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